姊妹嚟到作個合神心意的人系列嘅最後一集，我就特別強調去講一個重點，就係神喺度尋找緊合佢心意嘅人，去完成佢嘅天國大計。聖經嗰度記載喺撒母耳記上13章喺14節咧，有講到耶和華已經尋着一個合佢心意嘅人。使徒行傳13章22節引用翻撒母耳記嗰度講，神話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都要去着緊呢一個信息，因為都關乎你同我嘅。因為神佢喺度尋找緊合佢心意嘅人，去完成佢天國嘅大計。你願唔願意被神尋得着呢？上一集都有提過啦，合神心意並唔係代表完美無瑕，你同我都冇完美無瑕，但係我哋可以學習嚟到去回應神嘅呼召。我哋可以話：主啊，我在這裏，請差遣我。我哋可以話：當神你去尋找嘅時候，我可以為你做啲乜嚟到去滿足你嘅心，同埋可以一齊與你同工，完成你嘅天國大計呢？神尋找啲咩人啊？佢尋找對嘅人，佢尋找嗰啲願意順服佢嘅人，佢尋找嗰啲將佢嘅旨意係置於首位嘅人，尋找嗰啲喺言行思想都盼望討神喜悅嘅人，係咩？之前都有分享過一啲唔同嘅見證啦，譬如一個高薪厚職跨國公司嘅高層，佢點樣咧？有一日收到肥雞餐，點都要放棄佢工作啦。佢就明白其實神一早將宣教嘅心擺上去裏邊，只不過一次又一次、一年又一年嘅推搪。於是佢被遣散啦，佢就回應神嘅宣教呼召，去咗一個遠遠嘅山區，跟住喺嗰度佢就話：我但願早10年就嚟呢度。神將呢一個愛呢度嘅人嘅心俾咗我，呢個就係神尋找嗰啲願意順服佢嘅人。有一個嘅讀會計嘅年青人，佢又係收到神要佢宣教，但係佢就有好多嘅顧慮，於是一次又一次嘅嚟到去推遲。有一日神話：如果你再唔回應我嘅呼召，我就揾第二個啦。佢就喊住咁同神講：你唔好揾第二個啊！咁於是佢就入咗嚟讀書，就讀宣教。而家就喺中亞嘅一個穆斯林國家嗰度去宣教啦。今日神都喺度揾緊你同我，想將我哋擺喺合佢心意嗰啲嘅崗位、嗰啲召命嘅上面。佢好想按着佢嘅美意帶我哋進入我哋嘅命定。你願唔願意都俾神尋得着呢？你渴唔渴慕做一個合神心意嘅人呢？